我这给人过来摸我搞啥了？这种还嘛？哟，这样子意思？这个啥白了意思嘞？我他个鸟跟不太凶，我给付出那么多，还为干到了奥特牛，要个哈粉色就能粉色的吗？伢那个说哈达伢个，也梦到肉呢，个自己来过梦，个自己怎么追这干么他个鸟？啊，要个子验过后我到个么鸟吗？那个子鸟我个可以哈呀，为两只个子哈干做鸟给呢？哈，免费的我总可能只约吧？我采矿的时候我肯定只在矿搞嘛，我采矿的时候随便框框子。那都是人家搞那个找老子，可能人家的要我哎。只管个的是个这样子。碰到我他干哈？我从来都知道人家那个，一直都要给他照顾的，以后他都照顾了。